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，其核心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，公元前551至479年，及其后继者如孟子、荀子等人，发展了这一思想体系，使之成为一个涉及伦理、政治、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理论。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以及中庸等基本概念。一、仁，儒家思想的核心。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。孔子认为，仁是人的根本美德，是所有伦理道德的基础。仁的概念包含了对他人的爱护和关怀，体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和善待。在孔子看来，仁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善意，还包括对家庭成员的孝顺、对朋友的忠诚，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提出，仁者爱人，即仁爱之心使人对他人关怀备至。他强调，仁者应具备克己奉公的精神，将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放在次要位置，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和社会的整体利益。通过践行仁，个人可以实现与他人和谐相处，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。二、义，行为的准则。义在儒家思想中被视为一种行为准则，强调在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时，应该依照正义和公平的原则。孔子认为，义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，是在面临利益冲突时，能够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决策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提到，义者，义之所，即义的行为是符合道义的，应该追求正当和公正。义的实现不仅体现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，更在于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践行正义。例如，在商业活动中，义要求商人要诚信经营，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身利益。三、礼，社会秩序的维系。礼是儒家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它不仅指礼仪和礼节，更广泛地涵盖了社会行为规范、道德规范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。礼是维系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，是个人行为的外在规范。孔子认为，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，通过礼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。在《礼记》中，礼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，强调通过恰当的礼仪来表现尊重、诚意和责任感。例如，在家庭中，父母与子女、兄弟姊妹之间应当遵循特定的礼仪，以维护家庭和睦。在社会中，礼仪规范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。四、智，理性的引导。智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它强调理性思维和智慧的运用。孔子认为，智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，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运用智慧解决问题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《论语》中提到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智慧不仅在于了解事物的真相，更在于能够欣赏并从中获得快乐。智的实现要求个人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、判断力和决策力，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这些智慧。五、信，诚信的体现。信是儒家思想中的基本价值观之一，强调个人应当保持诚信和信任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提到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即一个没有诚信的人，其言行是不可依赖的。信不仅是个人道德的体现，也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。在儒家思想中，信的实现要求个人言行一致，承诺的事情要尽力做到，保持言辞的真实性。通过诚信的行为，个人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，并在社会中建立良好的声誉。六、中庸，平衡与和谐。中庸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理念，强调在行为和思想上追求平衡与和谐。中庸并不是指平凡和无畏，而是强调在各种对立和矛盾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。
孔子在《中庸》中提到：“中庸之道，天人之所不能知。”中庸要求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情感时，能够保持理性和冷静，追求一种适度的生活方式。在处理各种问题时，中庸的思想鼓励人们避免极端，追求平衡和和谐。结论：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以及中庸等基本概念，构成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。仁强调对他人的关爱和社会责任，义注重行为的正义和公正，礼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，智倡导理性思维和智慧运用，信重视诚信和信任，中庸则追求平衡与和谐。这些核心理念不仅为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，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理解这些核心概念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，并在现代社会中践行其核心价值观。